台北市今仔日正常上班上课，但是部分地区有出现灾情，民众就要注意。到昨暗7点为止，市政府是接到1273件的灾情通报，主要拢是路树倒去，也是建筑受损。因为伫内湖区有一个骑奥托摆的人是互倒去的电火条焊着，送病院是不治身亡。拜是暗时8点左右，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22巷。透风甲一张树仔规个挽起来，树仔倒去破着电线，煞去撼着一个拄好经过65年厝细路骑奥多摆的人。文德路22巷瑞湖公园旁有路树倒塌，波及了电线杆及一名路过的男性骑士。经119人员到场，将男子送往内湖3总救治。经过119的人员去现场抢救，赶紧将这个患者送去3总内湖院区急救。伫暗时8点50分，病院宣布患者不幸死亡。伫西藏路的一间超商，我车路这边规片的玻璃，因为未堪哩风台风安的线，规地纸放落来。了后，员工随提棚爆炸咧，想要阻挡风雨扫入来。台北市民生社区延寿路402巷沙龙内底，有一间公寓楼顶尾的铁片，因为起予风扇落来落伫个街路，造成迄条巷仔无法度通行。而且嘛去撼着停伫边仔的轿车，加在无人受伤。也若文湖线伫和平东路的这段，嘛有真大片厝顶的铁片落落来几道，破伫护栏顶悬。我们会赶在4点左右，因为我们4点左右就会复电，就这样准备里面。台北市梯顶大道信义区往内湖区的宽档10道顶悬，出现那像是大楼的杂货坪落落来物件，甲2个车道拢直接挡掉咧。历史现场是大塞车。伫车路顶悬真侪断去的树瓦，工作人员是透明要甲刷互走。今仔日台北市恢复上班上课，民众嘛烦恼感是影响交通。刚刚也看了一下，感觉路树倒了非常多，这明天交通上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台北市府表示，国局处专力派人员甲机构进行灾后的复原，也有整理启用。市警局嘛派警察确保今仔日上班上课的时段，重要的车路交通会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